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 AM 新闻，我是陈哲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交战已经拍第8天，以色列宣布讲准备要发动海陆空重大地面行动，准备要大清扫。2024年总统大选南北合作会见会，国民党提出要用开放民主初选的方式，国民党是直接口说，分明就是无要合作。蒋渭水台语、客语和诗吟手赛今年办第3年，今仔决赛，其中就选到双色大典当中的宜兰王。新闻一开始，先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交战已经拍第8天，以色列总是宣布讲，这场针对哈马斯的战争要进入后一阶段，准备要发动海陆空重大地面行动，而且保证会让这百姓有时间通好撤离。不过，哈马斯是继续呼吁巴勒斯坦人要坚定保守家己的土地，千万唔通顺因的意离开加沙。加沙暗时的天顶一直出现红色的火光，一直到天光。以下战争进入第8天，因为以军已经发现几来个绑票的以色列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国防军则是发布一份声明指出，官方甲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要准备进入后一个阶段，要加强对哈马斯的行动。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阁亲身去前线鼓励军人。אתם ערוכים להמשך? אנחנו מאוד ערוכים. אתם ערוכים להמשך? המשך בדרך. תודה, בהצלחה. 国防军表示，透过联合作战扩大攻击，包括海陆空三边的联合打击甲重大地面行动。为了准备，已经有真侪战车停驻伫加沙附近社区阿什凯隆，表示准备发动地面行动进前，会让巴勒斯坦民众搁较侪时间离开加沙的北部，险过多兰去加沙南部的路。有关有部分巴勒斯坦民众在以军指定的无安全纪律的2条撤离路线面顶受到空袭死亡。为此，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人莫撤离。لا هجرة من غزة ولا هجرة من الضفة لا هجرة من غزة إلى مصر أهل غزة متجذرون في أرضهم متمسكون بوطنهم لن يخرجوا من غزة لن يهاجروا مهما فعلتم أيها القتلة أيها المجرمون以色列无许可的空袭，嘛，互加沙北部数千名的患者撤离去南部的病院。也毋过，伫个患者继续增加，无法度接受外界人道援助之下，各间病院早就已经客满病人。欧病院外交甲安全策略驻青代表布热的批评，以色列封锁通道、禁止物资进入加沙的做法违反国际法。伫个无任何救援之下，要求加沙北部100万民众24点钟撤离去南部，根本无可能实现。另外，以军表示，戈兰关地搁一摆受到叙利亚发射2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嘛针对炮火做反击。对此，美国则是嘛宣布，除了进前派出的福特号航母，会阁增加艾森豪号航母去地中海，阻止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甲叙利亚这个国家加入冲突。公视新闻台视同朋友。讲到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世界各国陆续拢出现炸弹的威胁。法国出名的景点凡尔赛宫甲罗浮宫，拢受到炸弹的恐吓，紧急闭馆甲疏散。另外，伫咧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商场，毛讲接到放炸弹的电话，要求上好莫去支持巴勒斯坦。在日警部甲广播一直达，参观民众向门口行，广场客满，互远警要求疏散的群众。以色列甲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和法国当地学校发生攻击事件了后，暂时凡尔赛宫甲罗浮宫伫当地测试，嘛陆续接到炸弹威胁信息，互当局紧急疏散参观民众。罗浮宫因为展出有名的画《蒙娜丽莎》，每一天的参观游客达到3万到4万人。巴黎警方接到消息了后，赶到这2个观光景点疏散人群，封锁所有的出入口，对馆内做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无发现任何炸弹。
法国阿拉斯丁一间高中13日发生攻击事件，造成1名老师死亡，2个人重伤。当局认为甲以下冲突有关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攻击状态，甲法国反恐安全计划顶级又到上悬，部署部队巡逻保护公共场所。暂时伫巴黎里昂车头发现疑似加拿大玻璃物，目镜技术散军将。Pour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pour le musée du Louvre, pour la gare de Lyon, à chaque fois nous envoyons les démineurs après avoir évacué, puisque évidemment c'est la sécurité qui prévaut. Je peux vous dire que pour les 3 sites que vous évoquez. 除了法国，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谷中城广场，则是暗头嘛接到不明人士的威胁电话，警告当局政府唔通支持巴勒斯坦，若无会设置炸弹。当局嘛紧急动员数十名的员警赶去现场搜寻证据，佮调动2组的警犬来搜索，暂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高市新闻台是同朋友。转来看政治的消息，那讲到2004年总统大选南北合作的会见会。国民党是提出要用开放民主初选的方式，国民党是直接口说，讲这分明就是无想要合作。不过校友这边是讲，只是就事论事，卖一下就咧避免。今仔继续咧拼连署的郭台铭，同款是讲迄句话，讲家己才是顺应主流民意，有才调来促成在野的大联盟。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中央政府有针对自然海岸线的消失提出任何环境补偿的概念。出席民团9号外部山4接影响的说明会，民众党外部贴真详细听，虽然无签署承诺书，未成提等去研究，不过也呼吁宽团甲大店应公开辩论。总统大选拿另外2队进剩最后3个月，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按照推出在野上强人选，这次会前会永远无共识。尤其是国民党提议开放式民主初选，和郭文贴害头，搁在配合办执行长金溥聪无拍算合作，有其他用心。他会故意提出一个，一看就知道很难执行的，这个就是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要么就离开学校太久了，你知道吗？先把这个学识都忘掉，或者是别有用心。我觉得不应该是就是说，你不照我的方式，我们就不谈了。怎么今天突然一下，说避免的避免，就突然就觉得说，你不照我的，我们就不用谈了，就不要谈下一次的会议。金溥聪强调，不要用正面调，是因为有效度、信度这问题。真简单用操控，华为决定也应继续来谈。不过，知影要整合，要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前日会议长王金平就华为较紧归队，你郭文贴这边也讲，一定要甲郭台铭救入来。伊即句谚语啦吼，讲啊真文机啦，做无一汤匙，主流民意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民进党赖清德一直走路线，高雄公庙一个煞一个来参拜，拍出国家主权牌，爱民众看清两岸局势，接受九二共识，是定有放弃台湾的主权，也提悬各项力量，将南继续建筑守护台湾。台湾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族群，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共同守护国家。赖清德强调，若是中国有尊严对台湾方，政府也愿意来对话，我嘛大家认清局势，莫因为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威胁就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前一阵啊，民用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113人受伤。今日董事长甲律师团是做伙开记者会，宣布要发予10个罹难者每一个30万的慰问金，其中6个罹难员工搁发丧葬费甲40个月薪水补偿。也若4个殉职的消防员会另外搁拨款，其他员工就业的部分，不管是要留也是要死，拢保证薪水会付到年底。再次表达对此事件最深歉意。记者会开始进前，明阳公司董事长率领干部清清鞠躬，搁再一届会失礼。事发到即马3个礼拜，15号公司说明着灾害补偿还有中间的方向。员工的抚恤跟补偿的部分，补偿金额绝对不会扣除员工可以请领的相关保险金。4位消防英雄，国家虽然有给付抚恤金。公司也决定要另外拨付一笔款项予以补偿。应用统计，事故造成10个人死亡，113个人受伤。目前4位重伤，还有几个人轻伤，需要持续来住院。强调伤者的医药费因的全部负担，到15号为止已经付出2530万，嘛附上着公开信托基金5亿的契约书，展现着因公司的诚意。我们会再参考高雄气爆
桃园敬鹏大火以及彰化莲华食品大火这些大型事故的补偿模式，来作为我们后续从优补偿的参考基准。在这次的事故当中，有4名消防人员死亡，民用会另外予因补偿。而死亡的员工已经付因每一个人5个月平均的丧葬费用，还佫有40个月的工资来当作是死亡的补偿。因为民用目前还佫咧停工，公司嘛保障现有员工的就业权益，因会启动着统计，要了解员工要继续留下来，还是要转职。公司及我个人的疏失，现在检察官都在调查中。那很抱歉，为了尊重司法，我目前可能不方便说什么。但是对于发生这件事情，我确实是非常的难过，也感到非常的抱歉。董事长2度来鞠躬回失礼，民用嘛表示已经委托着第三公证单位调查，为着要重建复工，因会聘请着包括消防、风暴等专家来组成着顾问团，而且会投入资金来改善设备。记者王丽婷、赵宽屏东报道。讲到政府即马推动全民国防的概念，目前所传出讲，6都的民防人数除了桃园以外，人是比5年前更较少，而且平均拢已经50岁以上。有专家就表示，政府就应该加添预算，增加福利，改善训练的方式，才会当吸引到青年辈来加入。也那经政署嘛回应讲，会详细来检讨。网络平台即本9月底出版的古纸绘本，用图画配合文字，要囡仔了解军人保家卫国、和全民国防观念向下扎根。不过，甲2019年6都的民防能力比较，统计到今年9月底，台北减少33人，新北减少189人，桃园增加28人，台中减少9人，台南减少57人，高雄减少86人。除了桃园以外，拢呈现减少，而且这个平均年龄拢在50岁以上。20到40岁以上的可用人口去干嘛？去从事打仗或从事国防啊。那剩余的，比如说40到45岁之后呢，才有多余的人力释放出来从事民防啊。但国民讲，青壮年正是负担工作甲家庭的阶段，若无充足诱因，真难以吸引伫下班了后加一份无薪水的职务。建议政府爱编有够的预算来应用。专家何定辉是分析，要改善这民防无够能力，法治民家组织结构拢要调整，招募甲训练方向嘛及时来补位资源。医疗啦，或者包括交通啊、治安维持啊、通讯的回复啊或替代啊，都会变成是民防可能会触及涉及的业务。以这样的任务为核心，那民防的训练以及人力的招募，应该就可以找到一个方向。现有民防义警及义教人员49岁以下占34%，较去年增加2%。警政署正积极研议，如加入紧急初级救护与自救等，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之训练课程。警政署强调，警察机关民防、义警甲义教这协群的民力编组运作所需要相关经费，是各县市政府的权责，会继续协调各警察局积极向地方政府来争取民防相关的福利，像是协群费、装备的添买，希望吸引更加多人加入民防的团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到，高雄主管讹了一间公庙，透早发生抢案，现场尚无找到杂粒的枪支壳，疑似是诈骗集团内部家己敲卖平，2派人马互相来掠人开枪，其中有2个人吊枪家己去病院，也那庙公嘛是无辜扣单吊，手骨甲腹肚拢是吊伤。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有锁定6台车，有过涉案的有超过13人。载4名查甫人的车为高雄苓雅区往子馆方向行，到尾停伫蚵仔寮渔港边仔这间公庙。礼拜透早大队警力来到现场，监视人员积极采证。不过警方到位进前已经有听到10外声枪声，民众真惊吓，想讲发生战争。我徛过俩枪支就前边就乌白开啊开庙，头前还有4个查甫的，嘛有人缀着走去。原来是诈骗集团本钱敲卖平，好亲像有200万的纠纷。5照4人的查甫人伫舞厅叫掠去，随联络2个朋友来救援。双方到公庙时阵，煞有人开枪扫射，伊2个朋友的骹只手拢着枪，家己入医。公庙的庙公原来去互枪支弹着，腹肚甲手着枪，好甲载无性命危险。锁定了6部车辆，那10多人。见识之后呢，再还要比对我们
之后呢，会查取到相关的枪械，这部分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离公庙200公尺远的民家，窗仔门原来有枪支坑，光头白日遮侪枪声，互附近的人踹一个。警方表示，现场有10个枪支坑，初步估计涉案的人员超过13人。案发8点前后，掠到涉嫌主导掠人的4、5主嫌，除了查清楚案情，掠其他的涉案人，原来同齐侦办牵涉到不法的诈骗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中东区的一间卖场，有民众用手机翕到一个查甫人伫小鬼仔脚，疑似佮夹刀仔咧乌白烟，一直向边用餐区一个查甫学生遐划过。虽然讲无真正动手，不过嘛引起民众惊吓。警方呢，即卖会主动来办，照违反社会法来处理。穿普色衫的查甫人伫小鬼仔脚伫百货卖场的地下室出现，看落真奇怪。详细看，伊的手头好亲像摕来物件，也捌正挖进其他的民众。虽然这查甫人是行来行去无进一步的行为，毋过嘛互毋知伊伫创啥民众着生惊。有民众伫网络打这段画面，伫小鬼仔脚的查甫人，敢若感觉真好耍，翕相的人嘛一直笑，好亲像是咧创敌人。这里是公共空间，如果这样做的话，会请大家的伙伴。我会上前跟他制止，说这种行为不好，因为比较胆小的会被吓到。翕相的地点就伫台中东区这间卖场的地下室，内底用餐区是属有公共空间。警方表示，为画面来看，查甫人虽然无伤人，也是攻击行为，不过已经违法。本案警方尚未接获民众报案，为影片中当事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规定。我们24小时都有值班人员，对。警方表示，虽然无接到报案，不过会主动侦办。若做确认违反社会法，会当处3天以下拘留，也是3万块以下罚款。卖场是讲，原来会加派保全巡逻，若做有可疑的代志，就会通报警方，确保人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台积电原本是讲要参加桃园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的计划来设厂，不过因为反垄科扩大土地征收自救会抗争，有自救会成员放出风声，讲台积电已经决定要放弃设厂，台积电是无要回应。有专家是认为，对台积电来讲，这应该拢有备案，一直阁有其他的所在等咧选。反垄科扩大土地征收，4周围居民组成自救会，真侪届抗争。13自救会写文章讲，台积电认同在地乡亲爱护土地甲公园的想法，台积电决定放弃原来伫个扩建案内的设厂计划。台积电说有提到说，他们不要来这边做设厂。我们自救会的就是不知道说，到底现在台湾还有哪一个厂商有能力做2奈米的厂商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有一点奇怪啦。我们市政府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做一个协助的动作。整个园区的开发呢，它会涉及到当地民众的一些权益啊，可能需要搬迁的这个部分呢，市政府在这个部分呢也会非常的注重。自救会表示，本来19号要去台积电抗议，即马改做去德科管理局进前了解下一步龙科园区第3期扩建案计划走向。德科管理局发声明回应，园区扩建是为了引领台湾产业一同升级，不是为了单一厂商订地，所以政府有无共声音，要重新调整扩建范围，兼顾产业的发展，甲民众权益达到双赢。对这代志，台积电回应，因为19号要举办发说会，会前有占密期，无法度回应。专家是认为，台积电有关1奈米要到2028年才会当量产，国家设厂需要2年的时间，目前也无急迫性，不过有其他的备案，还佫会当选择。台积绝对还是有它1奈米的那个建厂选址的替代方案。毕竟整个台湾从北到南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帮台积找到一些好的一些地点，来未来在市场跟量产它的1奈米。专家认为，台积电伫其他厂房会当找到空间做1奈米设厂调整。台电甲台积电当地合作过来，头一个单一大厂热电单性分配，监理刷鸭仔实验，一定明年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玻璃因为在地本所找无所在囤，运袂出去，
目前清洁队遐已经囤超过9万吨的粪扫。昨昏有一对新婚的夫妻，就专工要来粪扫山遮来翕结婚的相片。因讲这些婚纱衫，毋但是记录家己的成果，更加希望各界会当重视台湾粪扫已经逼重的问题。敢是去翕到造型师当地为这对新人包装设道，摄影师原来伫上画面，背景是规堆的粪扫山，因是北部来的苦心钱甲四小姐，每年都要结婚，年底开始伫全台湾找所在翕婚纱相，地点竟然选伫粪扫互大家正困扰的埔里清洁队。其实不只是埔里，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像桃园啊、像竹东啊都有。不让亲友去使用一些塑胶袋，但是我们去调查之后发现，部分亲友觉得很麻烦，对，想说我们在婚纱里面呈现说，这个垃圾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因翕起这个相片，粪扫看起来真正惊人。新郎穿西装，新娘原来穿白色礼服，背景是几落层楼悬的粪扫山。这对新人是讲，因两人长期拢真关心环保。14伫南投翕相，临时决定去埔里清洁队出境，希望每年1月举办的婚礼，以环保做主题以外，更会当互人重视全台湾粪扫超量的问题。垃山是人见人怕，但是昨天看到这一对新人非常勇敢的，甚至于我对人讲说，他还踩到垃圾堆上去都无所谓。我们外运的量有限啊，所以目前草屯因应鸟嘴潭的工程年底要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大的部分都放在草屯的去化。埔里清洁队表示，去年12月开始，埔里的粪扫应县政府的要求，敢来当暂时放伫队部，逐工生产的量差不多50吨，啊，毋过去化量一工加加敢若30吨，互这个粪扫山目前累积1万多吨。县政府环保局是讲，除了已经请中央协调外县市处理，嘛请民众爱为源头减量。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到，为着要加强母语的传承甲金唱的艺术，宜美文教基金会已经连续第3年来主办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的金唱赛。20月选手今日决赛拼关节，指定金唱4首台语的汉诗，其中就包括相识大典当中艺人尤德所金唱的《意难忘》。那么做伙来去听看卖。世间意义原存在，用事当为义道情。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20位选手伫15个决赛拼关节，指定吟唱4首台湾汉诗，其中也包括相识大典当中杨烈所吟唱的《意难忘》。主办单位指定本土汉诗来比赛，嘛是希望选手深入了解台湾文学，嘛通知影先贤写作的背景。比赛场顶的选手嘛认为有机会了解台湾史是真好的学习。去年的时阵哦，我摕第3名，我感觉我只是甲伊的音念无准尔，但是今年我开始有去了解伊个遐个作者的故事，因为即个历史毋敢是即个讲故事尔。咱会当用参加比赛即个代志来了解进前的人，伊写的迄个诗词是啥物款的意思安尼，啊嘛会当搁较了解迄当时的人的想法是安怎。一向关注文学、推广汉诗吟唱的立法院长尤锡坤，也当场吟唱家己的作品《翠莲》。这个作品就是在描写台湾的历史和民主化过程所经历的创伤，也磨练出台湾人的韧性。两种为宽，迄类梦，翠莲代字见真迹，混情民主。汉诗吟唱赛第1名，就有奖学金20万，是历来相关比赛活动当中奖金上多的。主办单位嘛希望比赛会当一年办落去，让愈侪少年家参与，毋但甲母语讲好，深入了解文学的历史背景，嘛是文化顶根真重要的一部分。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
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外岛地区22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志坚，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